各位啡粉、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娛樂咖啡室。我係主持大啡哥 Jeremy， 佢喺新年檔期出席公開活動，一句話同時觸發3個熱門話題。Eden 會唔會有分信 ？Stanley 訂婚之後粉圈點走？仲有外界熱議嘅商台破冰傳聞。究竟呢啲風眼中 ，Jeremy 點樣用一句兩句就化解到火位？同時又點樣準備自己月尾要出嘅新歌，交翻份好成績表俾啲粉絲？如果你都想之後每次 Mirror 有新動向，我哋都第一時間幫你拆解。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，撳下個鐘仔，我哋用最貼地嘅方式持續送上最新消息同理性分析。先賣個關子，尋日2月5日，有一城現場人頭湧湧。Jeremy 被問到最敏感嘅私事範圍，佢點樣喺尊重同透明之間拿捏？而所謂破冰係咪真係有冰？等我哋慢慢講落去，最後會有我哋嘅專業分析。仲想聽你哋喺留言區嘅真心諗法，講翻現場。Jeremy 喺農曆新年期間休息中，不過依然落商場行新年展覽，感受節日氣氛。佢講得好實際，呢段時間主要火力放喺音樂上，緊張趕工。幾日後就會開拍音樂錄像，目標喺月尾推出一首全新快歌。呢個節奏同佢過去一年個人演出、團隊演出之後，再翻到派歌週期嘅部署係一致。步伐穩陣，有規劃。至於大家最八卦嘅 Eden 會唔會突然有分信 ？Jeremy 講得非常克制，佢平時都好少打聽隊友私事，亦都唔想問太多，因為佢覺得呢啲係私人範疇。背景補充一下 ，Eden 一向對感情話題低調處理，就喺今日2月6日旺角嘅香水活動上面，都再一次強調事業為重，冇正面回應緋聞同情人節安排。放翻去同一個畫面度睇，你會見到 Jeremy 喺人多口雜嘅環境，仍然用尊重去劃線。將焦點帶翻去作品同工作。老實講，呢種分寸感喺偶像同公眾之間係一種重要嘅信任。建立講到呢度，想同大家互動下，你覺得偶像面對感情提問應該點樣拿捏先叫做啱位？係好似 Jeremy 咁以作品為先，尊重私隱，定係應該講多啲俾粉絲安心？歡迎留言同我哋傾傾，轉個場口。嚟到第二個焦點 ，ERROR 成員邱士鵬 Stanley 宣布同李慶依 Alina 訂婚，呢單真係喜事一樁。Jeremy 第一時間送上祝福。仲話自己好似見證住兩個人一步一步走到呢個階段，由全民造星嗰陣啱啱一齊，到而家數到大約9年，呢個結果對佢嚟講係好好嘅里程碑。至於大家都關心佢會唔會做兄弟，分期幾時 ，Jeremy 講得好直接，依家未定，要睇翻對方需要同實際安排。呢啲說話入邊，你會見到佢對朋友私事嘅尊重同配合。但同一時間，網上有聲音話 Stanley 宣布訂婚之後出現脫粉潮 ，Jeremy 冇去放大情緒，佢用追星角度去理解，仲話對唔少支持者嚟講，呢啲係大消息，未必人人可以即刻消化，情緒有起伏好正常。不過佢同時指出，更多嘅粉絲都係真心祝福，長期建立嘅關係唔會話斷就斷。最關鍵係佢承諾會做多啲，用成績表去回饋支持。呢種正面承擔係偶像同粉絲之間最實在嘅承諾，將焦點拉翻去作品同表現，而唔係情緒對立喺度。我都有個少少觀點，偶像文化喺香港一路演化，當遇到戀愛或者分信，短期情緒波動係會有，但長期支持往往來自作品、舞台同埋日積月累嘅互信。Jeremy 用行動語言講咗重點，做好自己，先係對粉絲最大嘅尊重。你又點睇？如果偶像宣布人生大事，你會選擇繼續支持定係退一步？點樣先叫做健康嘅粉絲關係？等你喺留言話我知。第3個話題就係近排流傳嘅商台破冰。外面有人講所屬公司同商台好似有新一步嘅互動。Jeremy 笑住回應佢，其實感受唔到所謂嘅冰存在，因為過去1年佢行程太密，要準備個唱，跟團隊演出，仲要飛出海外參與大型頒獎典禮，加上年尾冇新歌派台，自然冇太多電台宣傳檔期，大家先會有呢啲聯想。呢個解釋其實好實際，娛樂產業背後係檔期、企劃、宣傳節奏嘅配合。外界用破冰去形容關係變化，但可能最具體嘅衡量標準唔係傳聞，而係之後作品同通告排程會點走。從 Jeremy 口中聽到嘅係一種專注，佢將重心放翻去音樂同舞台，呢點對歌手嚟講永遠係第一位。我想拋個問題俾大家，你覺得藝人同傳媒平台之間最理想嘅合作關係係點？係咪應該用曝光次數去判斷關係好壞，定係應該用作品週期、檔期配合去睇事情？不如你都講下你嘅觀察。跟住嚟到第4個延伸話題，周刊早前爆出姜濤 P 牌時期曾經撞車，被問到有冇錯過姜濤嘅車 ，Jeremy 就幾幽默咁話仲未有機會坐，仲自爆自己學車初期喺停車場都試過撞過自己架車，認為新手有小碰撞屬於正常過程，要累積經驗先會越嚟越叻。呢種回應好接地氣，一嚟冇渲染事故，二來將焦點擺翻喺安全學習同經驗累積。
簡單小總結，今日關鍵字 Jeremy 新歌，準備 Eden 感情屬私人範疇 ，Stanley 訂婚祝福與粉絲互信，商台破冰，全民感受唔到有冰，姜濤 P 牌學車要安全，三條主線連成一個共通訊息，做好作品，尊重關係，用行動回應關注。最後都想聽你嘅意見一，你最期待 Jeremy 月尾嘅快歌係咩風格？快節奏舞曲定係節奏藍調味重少少？二，你認同佢面對司事提問嘅分寸同節制嗎？三，你覺得所謂破冰其實重要唔重要？留言區等你分享真心話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幫你一次過睇清重點，俾個讚支持下，亦都分享俾身邊啡粉。之後我哋會一路跟住 Jeremy 新歌動態、團隊活動安排同粉絲文化新走勢。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，撳下個鐘仔，每次有更新你都唔會走漏眼。另外，如果大家最近要去旅行要訂機票酒店，可以係影片描述欄撳我專屬優惠連結，慳翻啲旅費玩得更開心。我係大啡哥，多謝收睇，下集見。